到这里，过来到这里。好 ，OK， 放好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缩小，平常走路就好了。大家。好边好边。行路就好啊。你要讲米花叫米粉无？无，因为妈妈才看会到，伊要这是米花蟹，这是米花蟹。哦，你要睇一下，好。要平条才好看，这样的话，OK的话不好看。哎，姑姑呀，哎，姑姑啊，你要平，你看下港的拢拿老大，拿老大啊。还有手套才会咬。哎哦。平常的手才会咬。身体要动，身体要动。啊，毋着规身躯拢会叮当。嘿，我伫遮。哦，妈妈抱，妈妈抱。你看米花伫倒位？好好，我甲你抱，等一下。